这乌面腊尾是保育类的动物，也毋过呢，最近煞放射有外籍移工甲煮来食，而且搁伫网络分享心得。这民众已经甲农业局检举，初步判断迄篇大文内底呢，这鸟仔肉毋是乌面腊尾。也若关心野鸟的民间团体呢，是建议这中人公司应该着爱甲外籍移工相关的保育观念。 就是这张相片伫网络，互人咧讨论，对图顶面看起来哪像是鸟仔，互人用落去煮，甚至嘛有几只互人炖做一花仔汤。上海是佫有规定乌面腊尾相片，下面老话最近这来真济，食入去巴都会真烧了，这嘛互真济网友看甲气噗噗。他们习惯就是有野生动物就抓来吃，他们不会去认为说它是保育类。那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是保育类，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很保护嘛。嘛，捌发天公水处移工去掠来食，这拢有可能啊，因为伊讲伫因迄边遐较少看到即个物件，来台湾看到就较新鲜。即阵哦，叫嘛有主动调查，初步认为相片内底并毋是乌面腊尾，毋过这嘛无像一般的精神啊。这件代志后续爱去调查。董事长嘛出面驳回，乌面腊尾相片是网络掠的。不是，他只是 po 了一张黑面琵鹭的那些照片而已，下面留言就都是他越南的朋友。 留言的是这样吗？对。常飞行的那个鸟类的话，翅膀会比较长。那从那个碗的翅膀里面看的话，它的翅膀比较短，所以应该不是黑面琵鹭。但事实上，野生动物保育法立法进前，嘛传出台湾人会掠乌面腊尾来食。不过这30多天来，就已经真罕听到有人有这款行为。即摆所传出移工会偷掠来食的代志。移工猎杀野生动物的事情，其实不止常常听到，我自己本身也有亲眼看过。那些人力公司要很明确的。 告诫他们不能在台湾做这样子的事情。乌面腊尾已经陆续来台湾几档，目前台南观测到2000多只。陆局强调，对保育类动物的非法行为，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减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。若犯罪地点伫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面，刑度会去加重1/3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